香港紮作嘅特色就係工藝好仔細，我哋由紮、學、寫、裝一路做落去，好多時都係自己一個人處理晒嘅。咁所以香港俾人感覺就係有靈魂啲咯。澳洲維多利亞州嘅金龍博物館，佢哋每50年就會嚟到香港做一條大金龍。個龍頭有成9尺高，有120米長，咁有7000片鱗片，每一片鱗片都係手做。到我哋企咗喺個十字路口，4個年代嘅香港嘅紮作，我覺得好震撼。將紮作同香港同澳洲聯繫咗，真係完成咗我一個使命嘅，已經係死而無憾。咁嘅家庭式嘅運作咧，其實係完全冇計劃嘅。咁我爸爸實際係退咗休，咁啊落下手幫下就變咗好似工作咁樣，有屋企人一齊去做件事係事半功倍啲。冇咗家庭呢個咁大嘅靠山，我應該今時今日冇可能會做到咁。紮作、舞獅、許家雄家庭已經係連埋一齊。由我開始去教班咧，我係豁出去嘅，傾囊相授，好似遍地開花咁，教多啲。我哋能夠保留到最傳統嘅技藝同埋最傳統嘅材料物質，做成一件作品，將呢個咁重要嘅技藝一代一代咁相傳落去。嚟緊嘅50年之後，金龍博物館嘅大金龍項目，唔好話係我啦，咁我最基本都希望係我哋香港嘅師傅可以再接到。咁呢個就係我哋香港嘅光榮，就係我成功嘅一日。